乜嘢蛋撻王子啊？做乜妹啊？我唔做妹啊！好冇安全感，佢緊張啊！佢好緊張。人多打廣告嚇，人多又打廣告。想要拜師學藝嘅，加我微信。如果你而家對溝女係一竅不通，感情生活撞板多過食飯嘅話，過嚟揾鳩師傅，成為學員。鳩師傅系統性教你如何正確快速揾到另一半，解決身邊冇異性資源，唔識傾偈，唔識約會。仲有你哋好多人感興趣嘅，呢個社會上有好多啲牛鬼蛇神，中意呃蝦條玩短期關係，佢哋係點樣呃嘅？鳩師傅會一一話你知。佢識白話嘅，佢識白話嘅阿榮。一條女喺嶺南站商場搭嘅，知唔知啊？就喺嶺南站，上次我同你搭訕嗰度啊，喺商場搭，就喺嗰間上優門口搭嘅。女朋友啊，男女情感，女性係啊。好有信心，邊個？親自帶隊收千幾蚊啊！帶搭訕收千幾蚊。視頻課程就係幾百蚊，線下我帶你搭訕嘅話要收千幾蚊啊，因為你要佔用我時間啊。佢播嚟玩下啫嘛，你係咪發神經啊？我隨便播着玩的。好多學生、大學生都咁直播㗎啦。管得嚴呢個年紀，佢應該催你催得好緊要先係，催你結婚。八姑，他們老是說你是八姑啊。我不是，我係珠海，廣東人，沒有抖音號。你要想看我的話，你以後就在直播間看我就好了。我以後會經常過來的。清遠你要過嚟啊！視頻課程有乜好？視頻就係視頻認識咯。其實你睇視頻課程自己都會有一套思維㗎啦。你睇咗視頻之後，再唔識嘅話，有問題可以過嚟問我啊，可以過嚟問我。再唔得嘅話，你可以過嚟佛山，我親自帶你搭訕。係啊，識咗1個禮拜喎，識咗應該冇10日，應該冇10日。唔係學員嚟㗎，搭訕加翻嚟。我話我做抖音直播嘅，講溝女啊，佢想過嚟睇下啫嘛。佛山、南海可以，禪城可以，順德可以，成個佛山除咗三水高明都可以。係啊，今晚喺度瞓啊！今晚過520啊嚇！三你老母啊三！拉黑佢。視頻課程幾百，係啊，幾百啊，幾百蚊，300幾百蚊。加我微信啦，你加我主頁微信，你加我主頁微信可以睇到㗎啦。女朋友比之前有個靚女啲啊，各花入各眼咯，見仁見智咯。視頻
頻課程可以教聊天技，就係教聊天、教技巧、教約會、教點樣傾偈、點樣搭訕，就係教呢啲嘢啫嘛，唔係教乜嘢啊？你加我微信就睇到㗎啦。親下佢會違規嘅。條女19歲啊！好啊，你加我啦，加我微信啦。幾時發新視頻？得閒就發啦，最近都好忙啊。睇咩車啊？拖下手有乜問題啊？拖下手有乜問題啊？成塊面都係膠原蛋白啊，卜卜脆啊！初戀應該唔係嘅。係啊。係初戀？唔係啩？係啊。我唔係好信，冇必要。隔離有啲冇，係啊，其實豬豬喺個直播我都係冇咁自然，有個人喺隔離有好多説話唔係咁放得開，但係有時你哋想睇有條女喺隔離就叫佢過嚟，梗係即係成個直播間係講男人嘢，梗係男人與男人咁樣會放得開啲啦。個頭乜嘢啊？冇乜嘢啊？因為如果